好，来继续来看陆军有一个士兵，伊的手机疑似互偷摕转卖到中国。手机内底有国军行动装置的管理系统，有战车射击的相片，阁有官兵内的对话，而且嘛有八军团甲后备指挥部联络的方式。军方是来回应讲，迄个士兵是伫2年前无小心甲手机放进去，当时有主动到警察局来备案。手机内底并无机密敏感的资料。国军兄弟从第一线保家卫国，不过治安的风线敢若有出现问题。中国网友伫网络写讲，有人买一支二手的手机一个开机一看袂得啦，内底毋但有国军行动装置的管理系统 MDM， 还有官兵的相片、战车射击相片。那军队对话拢有通讯录内底，也有八军团甲后备指挥部的联络方式。当然，中国的渗透无孔不入哈，不要有一些漏洞被人家有机可乘。烦恼中国的认知作战又搁出现新的方式，即摆被公开的对话，连士兵的名、什么时阵登去营区、身体状况敢有发烧，拢有。陆军表示讲，经过调查是132个前姓吴的士兵，2023年无设置碰见手机发现了后，主动完成警察局报案以及手机注销停驶的申请。网络流传的训练的相片甲对话内容，拢无牵涉到机密甲敏感的资讯。单位的这个摄影人员，他所摄影下来可以公开的，更显示 MDM 其实发挥了在营区之内，它不可以私自拍摄营区内相关机密资讯的一个功能。依照规定，人员退伍也是手机无去的时，必须要先登录办理管制标签的注销，并且写原因。那美军的指引有建议官兵安装会当远端删除无去的手机内容的软体，毕竟这是牵涉到国家军事机密、治安的防护网，袂当大意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